时间是1983年，当时身为记者的黄世敬，突然间伫新闻顶看到熟悉的名字。黄世敬是嘉义东石人，家族成员较济。伊甲年岁较晚的小弟黄世忠感情较好，因为家境清寒，小弟互人收养，一直到要成年的时阵，才倒转来认亲。说落去，伊就去行船。后来虽然拢无用家己的事业，伫和你斗阵的时间当中，伊听到小弟伫海外有接触过台独联盟，对一寡报社为党国讲话，感觉真不满。想袂到讲，小弟不满竟然化作行动。带念兄弟的情分，黄世敬伫事后帮助黄世忠逃到海外。家己却因为创立贩毒的罪名来受押。1988年出狱了后，伊同款咧做记者，但是1990年的时阵，已经伫国外成家立业的黄世忠，却传出讲伫巴拉圭去互人暗杀。黄世敬想要请假出国，但是却因为提袂出良民证，干来当请朋友斗相共处理小弟的后事。这互伊深深感觉，无自由比死也搁较艰苦。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